Audio Ju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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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dio Jungle.第2届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歌唱大赛2022半决赛节目开始，欢迎张雄。给您带来福建歌曲《孤愁人》歌手人。遥远传来一寸一寸音乐声，一声一声拢是刺痛阮心肝。想起较早双人有时做阵行，今日我哪会变成孤单行？阮的心无变卦，为情为爱受拖磨，敢讲你拢无可怜我？想着阮的运命，一切拢是天注定。
目屎亲像雨水流袂煞。一个人无心情，寂寞孤单无心情，只有音乐声伊伫陪伴我。爱阮的音乐声，予阮想着伊的影，伤心哭出声叫着伊的名。遥远传来一阵一阵音乐声，一声一声拢是刺痛阮心肝。想起较早双人不是做阵行，今日我哪会变成孤单行？阮的心无变卦，为情为爱受拖磨，敢讲你拢无可怜我。想着阮的运命，一切拢失去注定。目屎亲像雨水流袂煞。一个人无心情，寂寞孤单无心情，只有音乐声伊伫陪伴我。爱阮的音乐声，予阮唱出你的影，伤心哭出声叫着伊的名。阮的心无变卦，为情为爱受拖磨，敢讲你拢无可怜我。想着阮的运命，一切拢失去注定。目屎亲像雨水流袂煞。一个人无心情，寂寞孤单无心情，只有音乐声伊伫陪伴我。爱阮的音乐声，予阮唱出伊的影，伤心哭出声叫着伊的名。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晚间的其中一位评判，大家非常非常喜爱的千面王子浩浩。望微风拍醒，情比人听阮离，可怜的鸳鸯断情丝，一声无奈怨恨天，无的声。愿意，思无着你，梦中再相见，安慰一时的气味，心酸比梦
恭喜，希望你也喜欢。现在我们线上的朋友，请热烈的线上掌声欢迎我们第2届林阿 boy 全国闽南语歌唱大赛全场主持人陈建斌大哥。Hello， 线上的朋友，大家晚上好。又来到 Mr. 林阿伯杯全国闽南语线上大赛。那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半决赛。哇，这个刚刚来到现场的时候，觉得气氛非常凝重，因为进入半决赛的15位选手，必须要有5位被淘汰。止步于半决赛，只有10位高手可以进入我们的大决赛。但是，我可以说，来到半决赛的15位选手，每一个都是高手，每一个都长得高过我。你说是不是高手？我得到一些 feedback， 有些人说我主持这个节目，全球在收看的。你怎么衣着好像比较随便？各位朋友，我这个不是随便，我这个叫轻便，懂吗？还有，随便跟轻便是不一样，突变跟渐变也不一样，大便跟小便也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啊！我这个轻便的很有风格，大家觉得吗？来，刷起小红花，表示赞同。OK， 好啊，来让我们的气氛轻松一下，好不好？那么在我们进行比赛之前，依惯例，我们要请出我们的大家长 Mr. 林阿 boy 来跟大家鼓励几句。大家好，大家好，你好 ，Mr. Lim， 终于来到半决赛，真的啊，我看你有点心情沉重，这样好会吗？我今晚的气氛真的完全不一样。是不一样。刚才你叫我去后台嘛，拍那个拍照那个海报的照，对，我就站在那边啊。那有一个女歌手问我，你几号？我说，哎呀，这个陈柯老爷哦，陈大哥没有给我号码，这个招牌在这边，你不认得，这对面你不认呢？哇，问你几号？啊，我在想。你没有给我号码，刚才还是真的拍照要照号码牌啊！我就在想，我又在想，后来没有办法把口罩拿下来啊。所以他问我几号，我一时拿不住哦。不是，我就感觉今晚的气氛哦，对，真的有点不一样，有点紧张了，有点紧张。紧张是正常的啊，因为很关键，因为进入大决赛最少毛国吧，哈。对，没有进入大决赛就是 zero。对。这个一线之差，我就感觉今年和去年哦，真的差很远。哎，水准提高。我走进来直播室哦，那气氛完全就不一样，今晚。对，真的，今年的水准很高。我还是希望他们放轻松一下。是，放轻松。从哪里可以看出他们水准高呢？哇，今年从哪里？我看到很多年轻的脸孔。刚才我问工作人员，年轻化。对。今年和去年差很远，对，只有一位超过60岁啊，只有一位啊，只有一位，哇，那个是宝了啊，对，新加坡的宝，他又抽到新加坡的宝，对，剩下的都是20多岁、30多岁、40多、年轻化、50多，哦，非常年轻化。虽然还没有到决赛，走到半决赛啊，我举办这个歌唱的比赛的目的哦，应该已经达到了，对，年轻化，因为你出钱出力。就希望说推广闽南语文化，对，歌曲就是文化的一种很重要的环节啊。对，所以你这个功劳很大。不是因为花钱不在你，看你值不值得。不过走到这边呢，就够了。对，真的值得了。那明年，所以每个放轻松的唱，放轻松的唱。好，明年我们这个大赛可能去到中国福建省。对。举办希望大决赛在中国的福建省，希望哦，拉大队去那边比赛，对，让中国人听到新加坡闽南语哦，也是不错，啊，谢谢林老板，谢谢，每个放轻松的唱，大家要认得他的脸啊，他没有号码的，他没有几号啊。OK，
好，那半决赛我们还是没有增加评判，同样那3张老脸哦，因为这样比较公平嘛，他就跟着选手一路的打进大决赛。第一位，我们就是美丽、漂亮、大方、动人又可爱的许琼芳。谢谢斌哥，大家晚上好。那先恭喜呢15位打入半决赛的所有参赛的朋友啊。那今天的这一场至关重要，怎么说呢？不是终点，而是起点。因为你们要过10关斩5将，要把5位呢踢出去，你们才能够顺利的进入的这个大决赛哈。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加油，真的放轻松，轻松啊唱，放开轻松啊，唱开轻松，安尼就会赛 ，OK？ 琼芳说的没错，这一场呢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最重要，比赛的时候你要露出3点：音准、节奏、情感，这3点很重要。如果没有露3点，我看进大决赛是很渺茫啊！来，接下来我们欢迎另外一位贤淑、端庄哦，而且又非常幸福的小女人林如萍小姐。谢谢斌哥，线上的朋友大家好，谢谢大家哈，今天晚上进来跟我们一起观看这一场半决赛，15位歌手能够走到半决赛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大家都是实力相当，所以呢，今天晚上大家要拿出看家本领啊。要不然你就是撒尤那拉，因为只有10位能够进入大决赛，所以好好的唱，用心的唱，敢进入大决赛。对，如萍说的没错，就是你有什么东西尽量拿出来给大家看，好不好？接下来另外一位，那就是脸上长得非常幼稚啊，但是在新加坡从海外来。可以说是一个新移民，在这里奠定了他的舞台上的地位。来，我们欢迎千面王子浩浩。谢谢明大哥，大家晚上好。那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这个半决赛，相信呢我们15位的这个所有的参赛者，大家都已经卯足全力了，到这个阶段了。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小数点。会有很多的0点多少、0.1、0.2之差，所以呢，所有的选手们加油！好，谢谢3位评审的金玉良言。马上比赛开始，我们邀请第1位上场之前，要欢迎一下我们最辛苦的这位幕后，不是幕后，他也有给他亮相，我们的大功臣哈，最辛苦就是他。我们的伴奏老师艾文老师 Alvin， 这就是你的水准吗？介绍他的喂啊，那样，你要弹那个贝多芬的什么第8交响乐啦 ，OK 啊 ，OK， 好，那马上欢迎第1位参赛者。陈宝达带来的歌曲《一星》啊，欢迎。Hello， 大家好，评审们好，我是陈宝达，唱一首《一星》啊。定缘情。
风霜也无情，飘撇不归人。一杯酒干落去，敬着浮华的年纪，一支烟点过去，沉沦岁月的滋味。一条路行落去，暗刻如刀的故事，一粒心换过去，找找坚定的勇气。一生啊，吃倒去，看完青春换无一片天。我轰动了一生，笑看世事险人生。两字啊相听，是非敢讲的真。我一日了一生，轻重定缘情，风霜也无情，飘撇不归人。一杯酒干落去，敬着浮华的年纪，一支烟点过去，沉沦岁月的滋味。一条路行落去，暗刻如刀的故事，一粒心换过去，找找坚定的勇气。一生啊，行倒去，看完青春换无一片天。一杯酒干落去，敬着浮华的年纪，一支烟点过去，沉沦岁月的滋味。一条路行落去，暗刻如刀的故事，一粒心换过去，找找坚定的勇气。一生啊，吃倒去，看完青春换无一片天。风霜也无情，飘撇不归人。哎，宝达你好。你好，建明哥。哎，后面念那2句是什么意思？啊，后面是风霜也无情，飘撇不归人。哦，风霜夜雾深。哦，夜雾深，也无亲嘛。嘛。哦，就是还有什么？漂泊不归人。不归人哦，这好假亲嘛哈，你也该水这里，你是我们的这个半决赛啊最年长的，也不会很年长啊，就63岁也不算多年长哦。啊，63呐，63。哇，你要给他减3岁了。年龄要保密的。来，琼芳。宝达，今天唱的这首歌不容易唱啊。对，这首歌是蛮新的一首歌。对，是蛮新的，而且它那个爆发力啊是在那个中间。幸好啊，你还抓的还真不错，沙场的老将。因为这首歌的拍子，有一点难抓，对不对？对对。中间那个地方，我就给你要准，要准啊！我真的怕你跑掉，抓不到。但是我今天很喜欢你这首歌的低音的共鸣，它低音的地方，那个共鸣非常的好，而且一声啊，那个所在，我是惊你讲唱不起吼，淡薄破 ，OK 过关，还真的不错。谢谢。那其他评判有意见吗？
宝达本身他就喜欢，你喜欢唱一些比较新的一些闽南语歌曲哈，对，所以这个掌握度你自己也是知道说自己的优缺点在哪里，所以记得在唱歌方面不要一开始就冲，因为你还有一个升 key 的后面的部分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后来变成几条楼，那个楼就有点没亏掉啊，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小细节，谢谢。好的，谢谢。 OK， 好，谢谢宝达，谢谢。好，继续要邀请的是第2位，那就是许美钻，啊，在我们这个参赛者当中，她算是很有分量的啊。她要唱的歌是《花那里基美钻》。评判老师好，大家好。
哇，美钻哦，谢谢，唱得很投入啊谢谢老师。啊，我在旁边有看到他的眼泪，泪珠在眼眶当中打转，就差没有滴下来。啊，最高境界就是最后一句哦，眼睛一合，那个泪刚好下来。哇，这个是电视剧里面呢最喜欢抓到的镜头呀。刚才为什么不给它滴下来？我怕那个声音会控制不到。哦，等下他哦，不敢去到悲到那个程度。对，等下会影响到那个影响声音。对，都会卡带。好，他到底能不能得到评判的青睐呢？来，如萍。梅战好。老师好，你很会选歌，每次都选适合你唱的歌，尤其是整首歌感情很到位哦，真的让听的人觉得就是很感动，尤其是那一句“关将魂撇高好力”，哇，真的就是整个为你死也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你选对了哈，那唱方面当然唱得很好，只是后面可能在收的越高的部分那边，有小就觉得说，哎，还是可以唱得再好一点。好的。再对，可以高一点，再唱得好一点。谢谢老师收的时候，谢谢老师的评语，谢谢。OK， 美钻一开口的时候，我就有点担心你哈，因为这一首歌其实他说难唱是真的很难唱，因为这一首歌是不是用。要用深度来唱的 ，OK。今天你把它抓得非常的精准，而且我很怕你后面撒狗血撒得很厉害，但是你今天却没有撒得很厉害，就那么的刚刚好哈。所以不知道你是听苏芮的版本还是听江蕙的版本，但是我今天听到的是美钻你今天自己的版本 ，OK， 加油。谢谢老师，谢谢。但是我有感觉到呢，今天的美钻唱这首歌哈，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气息又比较弱一点。对，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今天你的状况会比上一场好吗？就是比较弱一点点，变成哦那个咬字都不按你清楚了。刚刚开始的时候，啊，你的情感是从差不多是副歌开始哈，你才发挥出来，所以我觉得气息有一点弱。好，谢谢老师，谢谢。好，就是要进补了哈，那当然，意思多吃一点补啊。OK， 补声音的就好。补中气。补中气，对。冬虫夏草。啊 ，OK。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们，谢谢艾文老师，辛苦了。好，这个打动人心当然是歌曲的最高境界啊，当然歌唱技巧呀，加上现场稳定度。这样的话，应该进入大决赛的机会就比较高。那接下来呢，这一位是每一次都从他的家乡坐10个小时的长途巴士来到新加坡，来到这里，他已经是元气大伤啊，还没有经过几个小周天的调戏，他就要上场。那到底能不能应付这个半决赛的挑战呢？我们拭目以待。带来这首《胜者为王》，欢迎周晋生。谢谢老师，老师们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号3号周晋生，参赛歌曲《胜者为王》，谢谢。正为王，莫讲失败是英雄，好路命用，有机会成功，成败无常，可比起落的太阳，再现高，
掀起温暖的波浪。踮在一个温暖的世界，甲人在输赢。为一个暗淡的深夜，有谁人看起我的孤单？飘浪的生活，渡强的生命，暗藏着心内的惊吓。黑暗的社会，无情的车拼，失去了正义的名。错乱的是非，少年的冲动，违背了阮的理想。知影娘辈正是英雄，心才为王。心才为王，莫讲失败是英雄，好路朋友有机会成功，成败无常，可比起落的太阳，在现江湖掀起温暖的波浪。踮在一个混乱的世界，甲人在输赢。为一个暗淡的深夜，有谁人看起我的孤单？飘浪的生活，渡强的生命，暗藏着心内的惊吓。黑暗的社会，无情的车拼，失去了正义的名。错乱的是非，少年的冲动，违背了阮的理想。知影娘辈正是英雄，心才为王。飘浪的生活，渡强的生命，暗藏着心内的惊吓。黑暗的社会，无情的车拼，失去了正义的名。错乱的是非，少年的冲动，违背了阮的理想。知影娘辈正是英雄，心才为王。哇，周晋生，所谓不是猛龙不过江，不是色狼就不偷香啊。这个猛龙过江啊，来自马来西亚，100次的冠军啊，来我们林阿伯这个比赛进到半决赛，能不能进大决赛呢？就看你这一场的表现，对不对？对对对。哦，这一场你好像穿的比较随便哦。都一样啊。上一次有那个这一件也是跟人家借的啊，这一件也是跟人家借的。哦，也是跟人家借。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啊。朋友吧，朋友。来，浩浩，浩浩老师。你好，你好。我觉得今天晋升，其实你每次的歌曲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惊喜度啊，因为你本身歌艺就已经很好的，包括你的技巧方面啊，你的炫技方面。都是相当的好的，所以在今天这一首歌的地方，给你的建议是节奏的东西，因为这一首歌的节奏非常的强劲，噔哒哒哒哒哒哒，我相信你自己应该也有感受到，所以在歌唱的部分，那个轻重音的部分，你需要稍微再去调配一下，对那个层次的调配，要不然会一直听到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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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哒哒，因为节奏在这样走，你可以。在口语变化的时候，可以稍微把它调配一下，然后在那个心加为翁，心加圣者，心加为翁，那个圣跟心
稍微要注意一点点口语。行，对，好 OK 谢谢其他的都很好，谢谢。谢谢老师。好，其他人有意见吗？没有哈。小妹妹，不要拉拢 ，OK。其实我是蛮喜欢他，他全方位都到位了，我觉得情感也好，咬字也好啊，哎，我觉得这节奏还 OK， 就是唱得很轻松。唯一的缺点就是你伤高唱，安尼就对了。感谢，谢谢。他修了啊，不要锋芒太露，你懂吗？不要操劳过度，锋芒太露会成为众矢之的，那些箭全部会向着你。明白了，大哥，我一定会牢牢的。有时候用2成功力就好啊，不要用太多。好，谢谢。谢谢。好，那周晋生他的比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是能不能拿到冠军呢？这我们就要拭目以待。好，接着下来我们就来到编号4，那是张小燕带来的歌曲是《妈妈你没对我讲》。来，小燕。斌哥好，评审老师好，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号4的，今天带来的歌曲是《妈妈你无对我讲》。
无想心惊，妈妈，怎样你袂记对我讲，爱情的人真歹行。害我为情心痛痛，情海有定受折磨。来，小燕，谢谢，你好，你好，啊，这个妈妈的歌哈、都是很感人的，是吧？就是一些妈妈不在，怀念妈妈，想念妈妈过去对你的好啊，这过去没有后悔，没有对妈妈好，然后妈妈走了才来后悔啊，这些都是内容差不多这样的歌曲哈，但是这样的歌能不能打动人心哈？能不能烧到痒处啊？刚刚他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请评判来讲评一下。小燕今天晚上唱得非常的小心，就是非常非常的规规矩矩的在唱，可是呢，有时候福建歌你要加一点元素，福建歌有福建歌的味道，所以呢，你是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非常清楚，咬字也很清晰啊。我就是觉得呢，就少了那个福建歌闽南语的味道，有没有啊？所以呢，你如果能够加一点点那种比较有一点点听得跟他福建歌的感觉啊，你看哈，那么所以调味料不够，对，是会变成整首歌很平淡，这个没什么激情啊，你看啊，而且到最后呢，那个高音的地方有一些些了，些许的勉强啊，你俩啊，下一次你可以哈。开油腔滑调的，卖唱个安尼规矩安尼款，好不好？谢谢老师。嘿，那种安尼吼，别去感动到我的心嘛。好 ，OK， 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好，谢谢斌哥。谢谢小燕。好，那比赛这个有时候因为就是怕出错，所以就变得小心一点啊，战战兢兢，在那个范围内啊，不敢突出。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就略显特色不够，好不好？希望下来的歌手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评判的看法，马上修正一下，还来得及啊。OK， 接下来是编号5的风铃，他要带来的歌曲是一吹干一杯，一个人就一条吹啊，要有几个嘴呢？我们来听听看他怎么唱。来，风铃。谢谢，评审好，大家好，我是风铃。
的是笑亏，冷冷的一首歌，愈唱愈忘在。一嘴干一杯，暂时莫搁想遐多，冷雨茫茫一切就不免搁解释。一嘴干一杯，做过人伤含袂，若是无人要爱的，最多一个算一个。暂时莫搁想遐多，冷雨茫茫一切就不免搁解释。一嘴干一杯，做过人伤透白，我是无人要爱的，只好家己讲笑话。谢谢，风铃你好，大哥你好。对，唱歌比赛其实选歌很重要，你觉得你今天选对了歌吗？今天是对我来讲也是个突破。是，那这个歌够不够力啊？很重要，对不对？你觉得适合你，你觉得有突破，但是它跟别人也要有一种抗衡点啊，所以够不够力，这个是有时候客观环境不容你觉得你不错啊，但是一比之下，哇，别人的更够力，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不过不要紧，你尽力就好了，对不对？对，你尽了力了啊。OK， 因为他是一个奇葩来的，他不会讲福建话，然后来参加福建歌比赛，你是不是怪人呢？啊？我特别爱唱福建歌，其实我30年前就开始。可是你不会讲福建话啊？我会听啊。OK， 好的，来，比我有勇气哈。我会听英文，但是我不敢唱英文歌。对，来，如萍。对，佩服你，因为像斌哥说的，你不要讲福建话，但是你真可怜唱福建歌，因为你暑假听福建歌，头一段开头一句就淡薄不好啦哈，因为可能较紧张，很紧张。你第一段就整个第一段就有一点战战兢兢这样子哈，会栽。可是第二段的时候，第二段开始你就很栽了，就唱得很顺了。那比赛当然是有一种压力了哈，可是像斌哥说的，这是一种经验。那选歌方面呢，我觉得你选这首歌，不是太容易唱的一首歌哈，那高的部分呢，就是觉得气有点不足，开淡薄不高，我真惊你叫要走去就要转去啊！伊一桶安尼大桶，怎那开无够？是我的感觉是 key 上悬啦。对，你的 key 如果能够降半个 key 的话，我觉得你会掌握得更好。对，因为一 key 上悬，它有时候上不去了。所以那个拍子的节奏就不是抓得很好。但是那是加你头一句就听不了，因为它这个悬真悬，加真加，这首歌。风铃今天选的这首歌非常的难唱哈，因为是江蕙小姐的歌曲。然后呢，前面你的气音太多了。OK， 之后再到副歌的时候，你需要一口气把它唱完，这个是比较难、比较高难度的。一嘴干一杯，暂时莫搁想遐多，水雨茫茫一切就不免搁解释。所以它是一直铺陈，一直上去的。所以变成你有断层音的时候，就变成你的气不足，你的情感也会断掉。所以这方面记得要稍微注意一下，谢谢。好，谢谢风铃，谢谢。希望你还是有机会哈。OK， 接着下来我们的战情越来越激烈了啊，都是一些老将哈，比赛场中的老将。接下来是编号6的洪俊，他要带来的歌曲是《金星来时》。谢谢建明大哥，3位老师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编号6号的洪俊，今仔日的歌是《金星来时》，谢谢。
心亲像天顶的风吹，你的爱飞在风中无人陪。我恨我自己，袂通将你牵做伙，你的心也随风坠落地。你的情我的人，咱的今世画出幸福的美丽。我不愿放你孤一个，咱的爱像鸳鸯水也双双飞，行过风雨的凄迷，我不敢看你带人归，约束今生到来世。我的心永远只有你一个。我的心亲像天顶的风吹，你的爱飞在风中无人陪。我恨我自己，袂当将你牵做伙，你的心也随风坠落地。你的情我的人，咱的今世画出幸福的美丽。我不愿放你孤一个，咱的爱像鸳鸯水也双双飞，行过风雨的凄迷，我不敢看你今生到来世，我的心永远只有你一个。你的情我的人，咱的今世画出幸福的美丽。我不愿放你孤一个。像鸳鸯水也双双飞，行过风雨的凄迷，我不敢看你带人归，约束今生到来世，我的心永远只有你一个。来，洪俊，洪俊，去年你有来哈？去年有没有进大决赛？没有，今年希望能够进大决赛。是，你觉得今年去年你没有进了，那我们说今年水平更高，那是不是更难进？我觉得我有一直在进步，也有进步。对，我真的这一年来也是有苦练，也有自信一点的哈。对。OK， 希望你今年真的能进入大决赛。好的，好不好？谢谢。来，等一下，听讲评。洪俊不想听哈，洪俊。谢谢。洪俊其实是我一直以来，我觉得从第一届到第二届都非常可敬的一位选手哈，因为你一直都在进步当中，但你也是都是处于在那个走钢索的时候啊，就是有时候状况是很好的，有时候状况就是有点怪怪的哈。今天大致上你的喉音比较多一点点 ，OK， 在那个每一个句的尾字的时候。
都稍微会有一点飘了一下，稍微有点飘了一下，没有这么样的稳定哈。那其他的整体方面的情感方面、拿捏方面呢，都非常好，都 OK。那这个小部分的话，可能是会不会是因为睡眠不足啊，还是气度不够啊，还是其他方面的影响？一般我觉得说你应该可以把这首歌唱得更加的好。那希望你可以晋级。好，谢谢。好，那还是有小瑕疵了哈。这个就是比谁的瑕疵多啊。你如果瑕疵比人家少，你就进了。是，好不好？呀，现在开始去祷告一下啊。谢谢。OK， 接下来欢迎编号7的柯温婷。柯温婷啊，长得跟我差不多一样高，好。呀，这个带来的歌曲是《想厝的人》，温婷。大家好，我是编号7的柯温婷，然后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雅文的《想厝的人》。高妹 ，Hello， 站过来啊！哇，你在我面前好像天神一样啊！你家里的人都是这个高度吗？比我高。啊？比我高。比你还高啊！哇！那你们的门就要敲过、打过，要政府租的门都会撞到头，好吧 ？OK， 那我们知道柯温婷她曾经当过空姐，对不对？呀，那现在做什么姐？
没有当空姐了，做什么姐？小姐，在家里做小姐。看得出来哈。好，来，我们听听看评审的讲评。温婷呐，每一场都给人家一点点小小的惊喜。因为我觉得呢，因为你很年轻，只有25岁，但是呢，他可以把福建歌唱出有他自己个人特别的味道。她很聪明，这个小女孩很聪明。她高音的地方，她会用假音的，把它转上去。所以呢，我觉得呢，你真的是一匹黑马，安利的丢亮。黑马，黑马，就是2个意思了。就太黑，你就撞到洞里面就不见了。OK， 温婷今天的真假转换音转换很好，因为有的声音，有几咪哒那个东西，然后如果你在咪那个地方可以再转一下会更漂亮，用假音再转1个音，转2个音 ，OK 会更美。然后呢，在这个巴哥点们说心声啊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基本上这一首歌是比较演歌方面的，所以后面你把它可以设计成就是开一个碧乡的浪子啊，这种感觉 ，OK， 就会更演歌方面的。而且你要记得，在这一首歌，它的颗粒状太多了，就是你的一句的段太多了，所以尽量把它那个连接起来。OK， 我的路照常行，你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把它切断了。OK， 这小部分要注意一下。谢谢。好，谢谢。好，懂吗？要连起来。好。啊，不要整天断啊。好。OK。好，谢谢。希望你有机会了哈。好，那么节目进行到下来，这位是编号8的黄思顺，也是很年轻哈。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啊，34岁，我的感觉他只有14岁啊。呀，他的歌曲是《感谢你爱我》，哎，思顺。评审好，大家好。小小啊，啉落去，不免甲疼，就有一种的香甜。伊定定笑我一个人，不知安怎过，拢袂晓甲家己照顾好好势。若是无你，日子一定真歹过。感谢你爱我，陪伴我，对我的鼓励，你对我的感情，我再也无地找，将来一定会献你几路陪，只爱你一个。感谢你爱我，相信我，甲我才输陪，两个人会做伙，拢是真心爱过，爱感谢天地，告诉予人机会，予人头毛做甜蜜。做伙爱有进有退，我甘愿听你的，接受你的控制，免顾家己，阮的伫咧你相找。嘿，爱不是比赛，看啥人较够讲情话，嘛
要去计较，谁付出较多，我若无你，日子不知喊怎过。感谢你爱我，陪伴我，对我的鼓励，你对我的感情，我再也无地找，将来一定会行你几路陪，只爱你一个。感谢你爱我，相信我，甲我这输配，两个人会做伙。拢是真实爱过，爱感谢天地，告诉予人机会，一世人搁做伙。感谢你爱我，陪伴我，对我的鼓励，你对我的感情，我再也无地找，将来一定会行你几路陪，只爱你一个。感谢你爱我，相信我，甲我这输配，两个人会做伙。拢是真实爱过，爱感谢天地，告诉予人机会，一世人搁做伙，一世人搁做伙。谢谢。来，小朋友，大朋友，Hello。真的，他真的很有本钱啊！34岁还长得个14岁的脸，真的，你会觉得很尴尬啊？说实在，回回了，还长得这么小的脸，这还真的是，我没有要老，但是我希望可以成熟一点。对对，呀，因为成熟一点，信任度也比较高。对，就大家不会觉得你是小朋友，讲话没什么说服力的感觉。小朋友很多重任不敢交给你，对不对？对，有机会也不敢找你。对，真的真的。所以你这次跟大朋友比赛，你觉得你的胜算有多少？哎，这个我必须看，哎，这3位。OK， 看他们喜不喜欢你啊？来，如萍。你长得要很感恩，你长得有一个 baby face 啊，所以很耐老。不管你到几岁，看起来还是这个很年轻。其实这就是听了你这首歌，就感觉到福建歌不是老人唱的，少年的买在唱，因为另外一种唱法，另外一款唱法。啊，像这首感谢你，感谢你爱我，我觉得。整体上你都演绎的蛮好的，只是我觉得你那个爱我那个有一点太多了，不需要每一句都这样子。然后整首歌你就是跟你的女朋友说啊，你可以信任我，你在信任我，我什么不听你的，我觉得也是更加轻松淡薄啊，就唱的比较轻松，比较像你在跟他承诺一些就音有一些可以轻一点。诗顺在今天唱的这首歌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点哈，所以其实你的唱法不需要这么样的严谨 ，OK？ 那当然声音表情，然后脸部表情是可以帮助你的声音的，帮助你的情感的。今天晚上听你唱这些，就有点像暖男这种感觉啊哈。我是觉得应该2位姐姐都有被你的歌声融化了哈。那在这个咬字方面呢，在你的鼻腔共鸣方面呢，在你最后的副歌上面推陈上面，你都做得相当的好，加油！好，谢谢。好有话要讲吗？琼芳？没有，要收他为干儿子。没有，他真的很可爱。我是觉得听他唱歌非常的轻松一点压力都没有。今天你的表现很好，我喜欢呢，很奇怪。OK， 好，谢谢。
紧接着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编号9的林爱琪，她的歌曲是《伤心过路去》。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编号9林爱琪。今天我要带来的歌曲是《伤心过路客》，谢谢。人的脚步声，亲像无主的孤魂，低低的雨水声，滴入阮的心头酸。一脚无缘的手指，带伫身边遐多年，想要送出去，啥人来接受？阮是伤心的过路客。是你放阮孤单伤心在漂泊，你若故意叫阮一生来怨嗟，明明知影拢是假，偏偏甘愿一生为你来痴迷，为何咱的爱情落是这呢短？我嘛只是一个伤心的过路客。人的脚步声，亲像无主的孤魂，低低的雨水声，滴入阮的心头酸。一脚无缘的手指，带伫身边遐多年，想要送出去，啥人来接受？阮是伤心的过路客。是你放阮孤单伤心在漂泊，你若故意叫阮一生来怨嗟，明明知影拢是假，偏偏甘愿一生为你来痴迷，为何咱的爱情落是这呢短？我嘛只是一个伤心的过路客，阮是伤心的过路客，是你放阮孤单伤心在漂泊，你若故意叫阮一生来怨嗟，明明知影拢是假，偏偏甘愿一生为你来痴迷，为何咱的爱情落是这呢短？我嘛只是一个伤心的过路客，我嘛只是一个伤心的过路客。嘿
谢谢。来，艾琪，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为什么你要唱歌？带给我欢乐。自己唱得很爽啊。也可以感动影响到身边的人，把欢乐也带给别人，大家，对不对？然后听你的歌好听，大家很开心。是，所以不只是自己乐，也让别人乐，一起乐呀。独乐乐，众乐乐，大家一起乐啊！是。好，那就要看评判乐不乐了。听了你的歌啊，艾琪今天的选歌，一样是属于这一首是一个大歌来的哈。那在感觉到你越来越熟悉这个场地的陈建斌工作室 ，OK， 因为你刚开始也看到你完完全全有很陌生的感觉，只是想要把歌唱好。但是今天感觉你对整个摄影棚你是非常的OK 的，然后习惯了，你还可以今天终于看到你一开始的举手投足了。OK， 会设计哈。那当然呢，在这个副歌方面，希望你这个层次还是要再铺陈一下，因为这个很重要。然后在那个那个有些地方你就放出来唱，就不要一直收住。那个情感方面再足一点点，那整首歌的完美度会更好。谢谢。OK， 谢谢老师。好，也谢谢艾琪。来，那我们接下来呢都是蛮年轻的哈。接下来这位编号10的黄凯琳啊，带来歌曲是《好大力就来》，凯琳。谢谢建明大哥，老师们好，键盘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编号10号的黄凯琳，今天会为大家带来这一首《好大力就来》。拢是你害我的面来红红，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在忙忙，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搁假，嘿，别操我的爱。好大力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大力就来，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来起心动命，你的心我的心结结做一伙，是要打算安怎？拢是你啦，拢是你啦，拢是你害我规工在火大，你的心我的心，今嘛莫搁假。要操我的爱，好大力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好大力就来。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实我拢知。要操我的爱，好大力就来，莫藏在心内，怨叹无人知，思念做风台，心情散温暖，其
其实我拢知，好大你就来。谢谢。终于唱完了啊！好大力就来啊！刚刚还没有上场的时候，我问凯琳说：“你紧张吗？”啊，他说紧张。我说不要紧，你就当你已经 out 了，啊，没有希望，你上来表演啊，这种心情要放松就好，对不对？对。进不进由不得你嘛，对不对？那你干嘛去紧张，是吧？好，来，琼芳。凯琳非常的轻松，非常的俏皮，因为她有她自己的特色哎，很少人如果是在歌唱比赛的时候选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在舞台上面呢，它很好发挥的，就是说好像在表演的性质的，但是她自己有她自己的一个元素，哪里得来？哎，很轻松啊，一点压力都没有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年轻一辈的。有这样子的真的很有前途。谢谢老师 OK， 谢谢。OK， 不错，真的很好。谢谢老师。来，浩浩。凯琳今天的这首歌，有突破自己哈。我希望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就是挑战自己，而不是平常自己信手可得的一些歌曲啊。因为之前上一次听到你唱林静的歌，对，然后这一次就听到你唱，那挑战这个感觉，有没有请你的所有的小朋友们、学生们来看老师这样狂野一下这样？目前还没有跟他们提起到，因为这个其实我原本是想说也是放另外一首抒情歌，像老师讲的，然后我就有询问一下我妈妈的意见，然后她就说。你不妨就试一试，挑战一下自己，突破一下自己。所以这是我30年来第一次唱快歌。哦，非常好，我觉得这样给你的学生也会有这样的，你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哈，然后就可以给学生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方式。那基本上在节奏方面，你要再抓稍微再精准一点点，然后有几个音的部分下滑了之后要记得抓回来。OK， 谢谢。好，谢谢老师。很大胆哦，选了一首，因为通常比赛都是选比较抒情的，比较容易发挥。那你选了一首非常轻快的，我觉得我喜欢你的咬字很清晰，因为听得很清楚，你每一句都是鼓唱什么，只是我觉得你这首歌你还可以再放一点，就是可以再野一点，因为这毕竟是一首很好表演的歌，在舞台上。好，谢谢老师。好，希望你有机会啊。OK。好，紧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编号11，张嫣芳，她也是一位非常强的一位选手。这一次带来的歌曲是《月落》，嫣芳。谢谢建斌大哥，各位晚上的观众，大家好，评审好，我是11号的张嫣芳，今天要为大家唱一首《月落》。月落啊，
酒潇洒干一杯，梦啊梦啊梦相会，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你飞，等到讲啊飞，飞落乌天霜原黑。我通写大诗，秋凉萧瑟风微微，杯酒浓酒醉归暝，乌夜流星对面月，捧杯敬杯莫相提。酒潇洒干一杯，梦啊梦啊梦相会，莫讲伤心话，等啊等啊等你飞，等到讲啊飞，飞落乌天霜原黑，梦啊梦啊梦相会，莫讲伤心话。月落啊，刚刚张雄还跟我说，哎，这首歌是我们去年冠军演唱的歌曲《月落》，拿到冠军。呀，你是不是有参考去年的？不是，其实不是啊，本来是选另外一首，可是啊，被人家选去。对对，所以临时就换这首。我朋友介绍的。哇，还真凑巧，冠军歌曲耶。我后来才知道。没事儿，那看你有没有唱出冠军的水准哈。来，如萍。艳芳，你所有选歌哈，你选的歌曲，基本上都是不太容易唱的，尤其是江蕙的歌曲。那你唱这首歌，真的有那个意境啊，就是说捧酒敬归啊，然后那个意境啊，月落乌啼霜满天。那感情方面也是蛮到位的哈，只是有一些部分这个音有一点重，可以还再轻柔一点，可能会更美，就是让那个意境会更美。谢谢，了解，谢谢老师。 OK， 艳芳在这个第一句的时候，你的咬字可以再让我听一次吗？月落乌啼。哦，用唱的。可以。月落啊。 OK， 好，这个很重要的是前面因为要给你 free 的，对，所以你必须要在一下口的时候，你就要抓住大家的听觉跟视觉，所以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时候乐队老师会跟着你，你不用担心，你不用跟着拍子，所以你就放胆去唱。你第一句唱对了之后，后面你就全部都稳了。 OK， 然后再加上呢，你整首歌的这个轻重音，你稍微要记得一下，因为你大小声很明显，所以在大小声很明显，有时候小声的时候，你在抖音的方面呢，就会抖到半音了。对，这个要注意一下下。这个，然后那个把酒潇洒，把酒这一个有一些高音的地方，就是这样唱就对了。你这样唱是对的。OK， 所以那个松满天松，还有高干这些咬字，你稍微要咬清楚一点点。OK， 其他都 OK， 加油。谢谢。是的，前面那2小节嘛，就是清唱那个。 它是一气呵成的，哎，你回去听一下，你就知道，所以它没有换气的。
这个地方是我觉得是表现很好，但是就是咬字真的有一点点的模糊了。好，所以呢，你字咬得更清晰一点点的话，就加分很多。但是还是唱得不错，我蛮喜欢的。谢谢老师。好，谢谢妍芳。谢谢老师。好，继续，我们欢迎一位又是很年轻的出场啊，她是真的年轻，才20岁的福凤妹，带来是《矮龙母村》，对吗？好，来。大家好，三位评审好。
来，福凤妹，她虽然只有20岁哦，不过她给我感觉是很稳、真稳哈。你有很多参赛的经验吗？以前小时候。小时候就一直比赛，对是吧？有。所以怪不得你上台这么稳啊，好，一点都不紧张啊。有啦，有紧张。啊，有吗？有。哇，你很会伪装啊，伪装到看不出来。OK， 好，那什么时候去箍牙的？上次好像都没有看到。有啊，有啊。我已经弄了1年了。哦，1年。1年了。可以拿下来的啦。不可以。不可以哦。哇，这样刷牙要很勤的哈，刷得很勤，要不然肉啊、菜啊，通通在这边啊。来，凤妹在唱这首歌《爱龙柏村》哦，我相信你这首歌应该不是第一次唱的哈。不是。OK， 我有知道你在网上自己有录放在网上唱哈，所以我有发现到，所以在一首歌曲你要在唱当中，有一些歌曲你可能会唱了几百遍，可能这一个人他因为他的成名曲是这一首歌，所以他走到哪里都会人家会叫他唱这首歌。但在这首歌，你要怎么样赋予它生命力，这很重要。因为唱1次、2次、3次、4次可能会腻掉了，但是你要把它唱成每一次听、每一次唱的时候都是一首新歌。而且要记得这个情感方面哦，你稍微要可以，我觉得可能你年轻啊，还没有被人家棒散啦，还是被人家抛弃啊哈，所以情感方面比较没有那么足够哈。但是你在这个演绎方面的歌曲唱得相当好，但是有一点你要记得，不要太小心，因为你一直在注意自己的唱腔，一直在注意自己的共鸣点，那就忘了你的情感方面，然后再当然你的表情方面，所以有时候肢体语言是非常重要的，要不然就是听到你的声音，没有看到你的人，看到你的人就是这样，就是1号表情而已，所以这个。可以再去揣摩一下 ，OK， 加油！谢谢老师。浩浩的哥哥今天讲的是对的，因为他这一场啊，好像没有什么突破，就变成了比较平淡一点点了。就从头到尾啊，你看呢，就是伤过碎离了。所以你太小心的话哦，你那个情感呢就没有办法可以全神贯注，然后呢赋予生命这样。所以今天这一场跟上一场。再上一场，真的有一点差别啊，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好，谢谢凤妹。好，这个接下来这位呢，当然就稍微年长一点哈，那是编号13的杨培凯带来的是《心头吧》。谢谢斌哥，3位评审好，老师好，我是编号13杨培凯，线上朋友好。大家好。秋月春里风不停，竹叶后离情不变。就爱找灯塔，我若要出外，上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衫，想你双手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一年一年。阮情，我若扫你心痛，我若要你不甘吃，我若哭你的目屎就起袂干，我若跋倒，亲像针插你心肝，我分什么命？我改什么名？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
是伊，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秋月前，你风不停；自由后，你亲不变。船若要靠岸，就爱做灯塔。我若要出外，上烦恼是妈妈。失去一领衫，想你双手一针一线，日前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一年甲阮情，我若扫你心痛，我若枵你不甘食，我若哭你的目屎就起袂干，我若活过，亲像针插你心肝，我恨。什么命？我该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是伊，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我恨什么命？我该什么命？我怨。什么痛，搁较痛嘛是伊，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谢谢。心头吧，这首歌字字句句都唱进人们的心坎里啊，非常的动人。那你的妈妈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难以磨灭的一个印象啊？在当年有没有就小时候回忆小时候妈妈怎么对你？要怎么讲？我妈妈自小就。很少照顾我们。哦，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曾经一度离开过我们。哦，因为父亲。哦，家庭的原因。哦 ，OK。后来现在又在一起了。又在一起，所以缘分还是在。对。也是很好啊。又再回来。对。所以就好好的侍奉他啊。对。OK， 好，来这首歌有没有打动我们的评判？有。因为裴凯是吗？对，他这个沧桑感好重哦，哦，你跟他好能棒晒过了10摆啊，你看呢？所以呢，就是觉得他的情感是蛮到位的。虽然他的声音是有一点沙哑，但是沙哑中还是有一点洪亮的。所以呢，我觉得他唱的情感蛮到位，非常的到位。我有感动到，安尼看得到了。虽然你的声不是去的吼，好像。真正咧大北啊，安尼非常安尼款清楚的声，沙哑，但是你有淡薄沙，但是呢，这个沙甲拄好，这条歌心头肉。拄好下这条歌。下这条歌啊，因为就是有沧桑感嘛，听了安尼有淡薄感动到安尼讲，真的不错啦。裴凯在第一次唱歌，在唱的第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状况还没有这么样进哦。第二次的状况就进来了，因为我有听到你的一些有一点小哭腔的东西，然后有一点点情感方面的，就比较深一点点的哈。所以基本上这首歌会很好让你运用的地方，也是跟刚刚月落是一样，是第一句，对，就是秋秋江迎风不停。这个地方如果你
拿捏得很好的话，其实后面都会很顺。你的第一次的状况就不会像刚刚这么慢才进感情。OK， 加油！谢谢。好，谢谢。谢谢建斌哥哥。好，谢谢。 OK， 那我们的半决赛逐渐来到尾声了。接着下来要出场的是编号14的苏坤荣，他的歌曲是《爱见好就收》。大家好，同学们好。今天选这首风格比较不一样，跟之前比较不一样的歌，希望会给大家一点不同的感觉。要求，如今何必来追求？看着伤心的双手，幸福怎样是孤单的追求？无人会当来解救，沉落苦海的忧愁，付出真心袂当收。 最后看破来接受，唔通拖甲心肝疼丢丢，才来源头找温柔。爱也是无爱，拢有你的理由。唔通等甲烧酒变朋友，才来怨叹。 也是无爱感情，如何着心？既然当初。 无要求，如今何必来追求？看着伤心的双手，幸福怎样是孤单的追求？无人会当来解救，沉落苦海的忧愁，付出真心袂当收。 最后看破来接受，唔通拖甲心肝疼丢丢，才来源头找温柔。爱也是无爱，拢有你的理由。唔通等甲烧酒变朋友，才来怨叹。 无爱感情，今好就是唔通拖甲心肝疼丢丢，才来源头找温柔。 无爱，拢有你的理由。唔通等甲烧酒变朋友，才来怨叹感目睭。爱也是无爱感情，今好就是。 见好就收，哈哈哈。这
个的确是，哎，跟你过去选的歌风格不太一样啊。是的，想挑战自己是吧？这也是比较新进的一首闽南语歌。是，就总算有一些突破了，有一些改变啊。那改变是好的，那但是有2种结局，一种就是进，一种就是出啊。他们有中间路线的，跟买马票一样。对，不中就是吃了啊。来，我们来请如萍。真的跟你以往选的歌不一样，这首是比较有一点轻快的。我觉得可能你选这首歌，它的高低音差别蛮多的。你低的一些部分，好像你我头垂温流，我听了第3遍，我才听得出你唱的那个垂温流，因为那个低的对，有一点模糊，低的部分有一点模糊。有时候有一句“我头垂温流”啊，我听了第3次所以感情处理方面还好了，就是说你这个低的部分呢，可能就有一点不这么理想。OK， 在那个昆荣，其实你对我们这个第2届的这一次的半决赛有一点点小争执因为我们3个评审对于你是否有进入这个半决赛，所以我们的争执蛮大的，因为我们看得出你非常的认真，然后我们看得出你对自己唱歌非常严格的要求，所以你每次不管在评完了之后啊，或者刚遇到我们，你都会私底下来问我们说你唱的怎么样？你因为听得出你自己想要再精益求精所以当然在这个高音部分呢，你稍微稳定度没有这么够。当然它的歌词跟它的节奏是比较没有这样符合，因为它的歌词是稍微比较沉重一点点，但是它的节奏是比较轻松一点点的。是的，所以你唱法你不需要这么样的沉重，其实你就是给他那种爱就来了，买就耍了那种感觉。OK， 再把它稍微再轻松一点点。就很容易进入那个状况了。我觉得稍微唱得有点小心，太沉重了。OK， 在那个万坦巴鸠那个地方，你就把它诠释得非常的好。然后其他的部分，高音部分，千万要注意。OK， 谢谢。来，我也补充一下，就是最后一句，来，你唱看麦，上尾一句，修，等下好好果果跟你示范一下，你修。无夜音，无错转倒起来，安尼款。所以你等去听看卖，你就知。这上尾一句要安怎唱？没有关系，这首歌基本上你怎么样唱都会好听的，因为它是一种新式的唱法。这如果我没有记错，是我朋友的歌嘞。对，许富凯的歌是不是？是吗？是的。OK， 是他的歌曲。这个收字，虽然结尾是一个乌。但是它间中有一、u 跟乌，对，所以我选 u， 因为它u 跟乌就是平得下去，u 跟乌之间，最后这个是比较没有什么差别在这个高音比较部分，你稍微要斟酌一下。还有如萍姐，其实可能我那个温柔，我就是故意要唱温柔那个温柔的地方。所以昆荣就是每一次在我们在评语的时候我们评到你的觉得你可能比较不恰当一点点的，但是好像都是刚好，其实是你要呈现出来的感觉，但是可能就是你呈现出来让我们没有感觉到，所以这地方是稍微要小心一点。有争议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你半决赛差一点没有进的原因。OK， 所以你自己也要。给我们一点信心，好不好？理解，谢谢。好的，谢谢。OK， 那从讲评中，你的确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大家尽量的从我们的评判身上吸收一些精华。接下来最后一位编号15的王顺忠带来的歌曲是《阿嬷的话》。谢谢彬哥。3位评审好，艾文老师好，在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顺忠，今天要唱这首《阿嬷的话》，谢谢。
伫世间的时阵，阮阿嬷对我上好，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看。伊嘛定定带去游园，看人伫佚佗，看人伫办公会啊，看人伫美小嘴。伊嘛定定甲阮讲，叫阮着爱苦苦读册。 唔通大汉像恁老爸遐尼野良陪，伫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嬷，你到底是咧讲啥话？大汉了后，才知影阿嬷的话，我会甲永远永远藏伫心肝底。 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定定拢会予咱真难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伫阮的心内，定定拢会想着伊。阿嬷，你今 伫倒位，阮在叫你，你敢有听到？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你敢有看到？阮在叫你，你知影无？阿嬷，你今仔过了好无？敢有人在甲你照顾？ 希望后世人，阮搁会当来予你听，做你永远的孙仔，搁叫你一声阿嬷。 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定定拢会予咱真难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伫阮的心内，定定拢会想着伊。 你今仔伫倒位？阮在叫你，你敢有听到？阮的认真甲阮的成功，你敢有看到？阮在叫你，你知影无？阿嬷，你今仔过了好无？ 敢有人在甲你照顾？希望后世人，阮搁会当来予你听，做你永远的孙仔，搁叫你一声阿嬷。 谢谢。顺中，你好，你好，你好，斌哥好。呀，冒昧问一下，你的阿嬷是否还健在？不在了。哦，不在。嗯，对。有印象吗？对她有很有印象。我其实刚刚还在，就是上场前还在看她的照片，因为我决定要唱这首歌，其实是上一届的时候我就想唱，然后因为没有心情，我怕我控制不了，所以我就选了别首歌。所以这一届我就想说，哎，既然来到了，我就不管3721还是7749，选就对了。对，所以之前在练习的时候也是
找不到感觉。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打动，但是我觉得我可以把这首歌完成。我其实就是来利马威2届，是我最大的就是交出的成绩单。是我坐在旁边，我看我的眼泪比你还多。你有打动我了，有没有打动他们？对，我不知道评审怎么看。顺中今天的唱法不同了哈，终于有改变了你以往的唱腔共鸣的方式，我觉得非常好，而且这样的演绎方式可能会比较打动人。OK， 然后呢，在这个前面的那几句需要有一些咬字，不要含糊带过去。OK， 有机宴。你就把它唱出来。有机宴，有机宴啊，老伯啊 ，OK， 他唱的其实是要这样唱的。好 ，OK，所以这些东西有一些，因为它只是前面的 A 段而已，所以后面不会再唱的，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完整咬字把它咬完。OK， 吼狼 ，OK， 你咬到蓝去了哈，要小心。然后，所以你回去看重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OK， 好，那基本上你今天的共鸣方式、共鸣的点，我觉得拿捏得很好。谢谢老师。副歌开始，他就真的是唱得非常的到位了。可是前面刚开始的，就是浩浩真的有仔细的在听，你那个字当中连着会糊弄过去的。我能听到，我很注意在听你的歌词，就是前面的刚开始呢。那个大概第3还是第4个小节那个地方，好啊，后面啊就非常分明了，好佳再有救回来。好，谢谢老师，谢谢。好，谢谢顺中，谢谢斌哥，谢谢。好，随着顺中的这首歌，也就是我们的半决赛所有的参赛者都表演完毕了哈。那今天是不是一场非常精彩的龙争虎斗？那谁能够进入大决赛呢？当然，这个交给我们评判去处理。那我们先来看看进入大决赛的参赛者可以得到怎么样的奖金跟奖品，请看。冠军可以获得现金6888加奖杯1座，以及阿莫品牌的床褥价值4999，以及丢黑瓦苏卡专业卡拉 OK 系统3999。亚军可以获得现金3888加奖杯1座，以及阿莫品牌的床褥价值2399，以及丢黑瓦苏卡专业卡拉 OK 系统2999。季军可以获得现金1888加奖杯1座，以及阿莫品牌的床褥价值1299，以及丢黑瓦苏卡专业卡拉 OK 系统价值1999。安慰奖7份，各可获得现金500元。好，是不是很丰富的奖金奖品？到底会冠军宝座花落谁家？大家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大决赛的日期，那就是在7月31号。我们的这个时间是2点到5点，在牛车水人民剧场。那参赛者可以跟珊珊买票。那其他呢，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不是参赛者，你也可以拨打以下的电话 WhatsApp 过来，说你要订多少张票，好不好？那这个半决赛今天可以说非常的精彩，我们请评判讲一下，你们的这个观后感，琼芳。不得了，了不得！这场的比赛势均力敌，我跟你讲啊，鹿死谁手？哎，等一下呢，我们3个伤脑筋，因为呢很难舍取啊。当然啦，有一点点差别的话呢，这有一些呢差不多是分数是0.1到0.5之间，所以呢，等一下让我们去伤脑筋 ，OK？ 是，如果你们伤不了脑筋，坚持不下，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交给高等法院。有这么严重吗？听过了数位的参赛者的演唱真的每个都唱得很好，就是他们真正的就是很想打入这个大决赛。当然，我们其中有5位就是要被淘汰的哈。那我们要经过。可能我们会再听多一次，再做决定。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对大家来说会比较
公平。那如果说你进入了大决赛，那很重要，选歌很重要哦，要选你最拿手的，因为奖金非常的高哦。对啊，选歌很重要，不是选妹哦，选歌啊。就是今天的参赛者，我觉得都旗鼓相当哈，都其实都不相上下。我觉得能够进到半决赛，其实都已经很厉害了哈。那当然我们就是会鸡蛋里面挑骨头，那可能是你今天比较幸运一点，或者是你今天就差那么一点点哈，0.0几分，那就祝福大家好运，谢谢。是，那线上的朋友，你们也看了之后呢，也可以打分，对不对？你们也可以觉得是哪10位可以进入大决赛，看我们公布成绩之后的这个10强是不是跟你所见略同，好不好？那我们在大决赛再见喽！7月31号，我们会录播，那8月1号晚上8点直播，你们一定不能错过，好不好？拜拜。谢谢艾文老师，3位评判。